是阿雄。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是的，来到节目内底挑战5组的题目，过5关拼奖金，上最35000，互你砸上去哦。好，今日介绍咱2队的来宾。哦，我这边先来，因为阮公司第一代啦，嘿，有新的节目啊，嘿，要讲啥话咧？我叫主持人来讲就对了。介绍。来，今日介绍咱这边的食到爆土豆，是要爆什么土豆咧？来，咱的队长大咧咧。你好，张国你好，哇，今日吼真正是一个好结条，哇，若讲主持人来的，制作人拢来啊啦。是新楼啦，嘿，啥物拢做的新楼。啊，咱这个节目是咧讲啥货呢？咱这个节目我先讲咱的播出的时间好啊，咱是咧公司第一台吼，拜一到拜三早起的10点半。哦，为什么会10点半呢？因为10点半是咱时代吼精神上好的时间。哦，所以咱食老补土豆就是好袂，要互咱时代看了会欢喜，看了会健康。啊，内容哦是百种来锻炼。那有讲健康的，有教运动，我嘛得咧运动就对啦。唔是我咧教啦，是有教练咧教。啊，食的咱有讲教这里无？食的嘛是爱教。啊，而且吼，我要甲迄秘书记啊，个上讲，要报告一下，唔那是吼顾健康，我嘛要顾时代的心情。大家看这对吼，穿甲咧红气球哦，红拍拍。对啊，洗头安尼，抹面安尼，因为吼，阮伫个节目内底食到补土豆嘛，要教时代安怎过了较欢喜、较健康，教大家安怎谈恋爱。真老婆啦。好，欢迎你咯！好，来，我介绍落去哦。大家好，我是婚礼主持人张玉琪，我是苗栗县里人，自细汉甲阿公阿嬷做伙大汉，不过我做生其实是客人安尼，我一句客话袂晓讲，不过我会晓讲台语。好，欢迎，来，我来落去。大家好，我是婚礼郭文俊，那有喜事都会使找我，然后我嘛是主持人。是叫欢迎，我们个恭喜。来，我来落去。主持人、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湾好新妇柯 Kitty。好，来，换你这边啊哦。是，你那边是老阿妈爱顾健康，对无？啊，阮这边是哦，不管是老还是少年，拢会使顾目睭。哦，对。为什么？因为阮这边阿华汉超好，欢迎队长Ben庆华。秘书好，中国好。介绍一下。嘿，来，我来落去咧。队员。来。大家好，我叫易行，嘿，啊，我即马是做自媒体创作者的，教大家安怎配衫呢？嘿，即马现在拢最有想法咧。无唔对。好，来，我来落去咧。大家好，我是孝文，我即马主要是伫个网络顶悬卖物件，搁有我有一个兴趣是我最爱翕相的，所以我会帮我的朋友去帮伊翕相。好，来欢迎您咯。好，来，我来落去。大家好，我是冠冠，我即马是伫咧网络上教唱歌的一个老师。哦，好来，欢迎，我来落去咧。大家好，我是悠悠，我即马是迄国校啊甲高中的家老师。嘿，欢迎你来哦。是，今日真好啊吼，这老伙仔吼。咱食老就一定爱什么货拢爱有，拢爱看，拢爱有。嘿，无唔对，你甲看咱遮有迄落年岁大的，啊，咱这边佫有少年的，哇，真好，当时来拼台语哦，吼，是，今摆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是，欢迎今仔日的国文老师，咱的陈鸿辉陈老师。各位讲台语，大家拢欢喜。对啦，各位讲台语，唔管是老的、少年的，拢会欢喜啦。好，今日去咱第一回合无？资格赛开始。我来讲，你来摇。家庭内底派出一个人来讲，另外4个人来摇，上尾啊摇到较侪题的家庭就赢咯。我来讲，你来摇。嘿，是要安怎讲咩哟？啊，咱这回合吼，都是两边吼，咱派一个人出来，咱2分钟以内哦，吼。2分钟哦。用讲的、用演的、用比的，甲后边迄题目，互你的队员拢摇会出来哟。啊，即马2边安尼啊，咱要说人先。无咱替因赢一下好。来，好，阮替恁赢吼，来。嘿，咱这边先哦。嘿，来，咱这边派下人出来。来。
哦，大力的大大力力的。的来哦，尽量讲，尽量，唔是咱爱尽量讲，你爱尽量比，尽量讲。啊，你嘛一滴哦，吼。来，好来，好，2分钟的时间，请开始。来，几个字？ 3个字。有啊，咱细汉的时阵拢爱去分鸡龟，好，这个。无分。无分。 3个字，迄个物件，迄个物件。迄个物件叫啥3个字。三里，鸡龟啊，啊，对。来，好，健康来。迄个跳倒摆的时阵，天顶有这个水落落来，啊再穿一领迄个叫啥？火沙，啊，另外这个嘿。健康来。迄个欠芳的物件吼，迄个咸酥鸡，咱下一寡迄个什么物件？蒜头、蒜苗，不是另外一个。啊，健康，对。吼，咱后壁这个。两股，这个吼，那听到迄个雷公的时阵，会看到迄个。是魔，地产的魔。骨水骨。对。来，啊，搁一个有无？清明的食的，清明的食。两边搞。对。来，嘿，啊，就讲干杯有无？几个字？讲着杯啊，来，讲着厉害一个。手表啊，有一个足贵的有无？咱拢叫对。来，啊，搁讲人坏啦，老人安怎？囡仔是。第3个字换别个。老人囡仔快。对吼，嘿，这个一百食的吼，啊伊袂输敢若迄个蒸共款有无？嘿，袂输敢若切开了，袂输敢若蒸共款。红豆饼吗？不是，披萨是树仔顶的。啊，跟他煎，跟他洗煎啊呢。啊，百香果、西金果。对，另外一个讲法。是啥物果？西金果。唔是，另外一个讲法。罗汉果。唔是。好一第一档呗。啊，是你来，迄个便当外口拢爱用一条什么去干？树林。对。树林酥啊。对。啊，时间到。对。哎，这生活，时间那个，嘿，真好，来，看这分数就知，来，恭喜你的再分哦。好，咱来听老师解释。咱迄个时间果、时价果，吼，拢对啦。啊，毋过因为都爱照迄字吼，对。嘛，抑佫有其他无共款讲法啦，吼。有的人会讲鸡卵果，吼，啊，有的人会讲迄个时间龟，用龟来讲嘛有啊，吼，嘿。啊，迄个高赞塔这个真趣味是讲吼，咱台语讲高赞塔吼，啊。拄则有咧讲诶，可能有迄个客家的底吼，啊客家的背景是会讲七层塔，吼，因为迄个音嘛，因为讲七层塔吼，是用七，吼，伊毋是用九安尼吼，啊这真趣味，嘿，啊过来就是迄个轮饼糕，吼，咱这个糕爱讲哦吼，嘿，毋是干那轮饼，用糕轮饼糕对，嘿，啊囡仔款也是讲罗勒，哦，迄罗勒这譬如袂歹哦，对啊，真贵的手表啊。好，无啥物要补充的，以上，嘿。谢谢老师。什么老师安置？伊安尼互人压力啊啦，真大呢。嘿啊，这厉害杂音呢，是毋是？哎，不过唔当看家己的落啊能力哦，唔当看轻家己，无定着你就12哦。为着5000块哦。是，来，出声吧啦！我来，来，搞好你啊！骗我来，哇，就紧张诶！加油！来，你有2分钟的时间，请开始。哦，来。透早的时阵，你食酥饼的时阵，你爱配饮料。豆奶，唔是，迄是咖啡色的。咖啡奶，正确，来，我上爱物啊，安尼。正确。啊，你爬山的时阵，你脚会安怎？就跳。不，就跳袂，就跳。正确，来，查某囡仔大的，这就水的。正确，来，迄啲台南，迄足好食物啊。伊食的时阵爱卡起来，你看电视的时阵，你倒在遐，你会困放逸。好，正确。来，咩，一种动物，两个你哦，两个你，头一哩是羊，咩，牛噶，牛啊，正确，来。哦，你赛车的时阵，你经过遐，你爱拍，你爱甲大顶拍都行。
大顶拍开，大顶赛车的时阵，你经过一个，经过慢慢的所在，你啊，去蹦卡，啊，进卡，来，会使拍输啊！好来，迄伫山顶，迄足水的。伊冬天的时阵，你看满山拢是迄一种草，一种草。哎，你袂歹哦，你怎我讲的哦？芒草，唔是，不是，你讲对，你讲对。芒草，另外一种芒草，哎，另外一种讲法，另外一种。芒是头第二字，挂芒啊，啊，挂芒，瓜芒，啊，这个过来。控汤的时阵，迄一种白色的。菜头，啊，进卡。Angel，上刺激的比赛还未结束，倒一队会当摕到5000块嘞！迄控汤的时阵，迄一种白色的，啊，就好控汤。白色，大骨，不是，一种哎，顶端有藏嘿，淮山山药，不是，啊，过来，白色的，啊，进卡。Angel，卡球，啊，进卡，过来。你困的时阵，你要穿的物啊？困啊！好来，时间到，好来，嘉伟，我感觉这组介高水的是啥？你知道？这组吼，你拢什么话拢卖比吼，伊就会摇着，系啊，人比甲呢就摇袂着，系啊，嘿啊，真奇怪。小文逐项拢会摇呢，系啊，好来，看一下分数。好来，咱即摆得到的是12分啦！好来，咱请老师解释。哦，这厉害，这厉害。咱这个拄则有讲到剃腿嘛吼，拄则讲剃腿，嘿，啊，另外一种腔的讲法是剃腿，啊，拢有人讲剃腿、剃腿拢有吼，嘿，啊，搁来碗粿，迄嘛有腔口差，吼，较少人讲的是碗粿，碗粿拢会使，嘿，啊，搁来就是干网拢有吼，嘿，干网两种拢有，吼，以上。嘛真厉害啦，吼，足够的。系啊，足厉害哦！哎，拢卖比拢会摇会着，啊若比就摇袂着。好，谢谢老师。好来，今摆来看一下分数。哎，那咱咧就食了补土豆咧。得到10分。嘿，啊那咱老盘咧。咱得到12分咯。最终有奖金哦。得到5000块奖金。恭喜！好，同齐哦，来去咱的第2回合，手搭定高机。抢答定高机，2队派出1个人来抢答，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隆重进行5条题目。嘿，手搭定高机。嘿，全国朋友请出题。是全国朋友请出题是什么意思？哦，咱这回合哦，就是咱看咱节目的朋友嘛，想要参与这个节目，所以伊若是生活当中什么趣味的物件，就摕来问大家啦。啊，录落来了，寄来阮迄个制作单位用手机啊录，阮就会使甲你报出来。好，来，咱即马手放在另个顶面哦。听我讲，请手搭，咱带当试。加油加油吼！好，来，咱请出题。大家好，我是公民老师吴耀中。结婚登记其实足简单的，不管查甫交查甫，查甫交查某，查某交查某，其实拢足简单的。但是你敢知影，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的时阵，爱有几个证人呢？来，请问一下哦，若是要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爱几个证人呢？哦，爱几个证人呢？来，咱请手搭。哦，来，结过婚的，来，我的经验是至少爱1位。好，来，老师是不是1位？唔对。哦，无结婚的哦。好，来，你的答案。两位，确定。先问一下，伊是教什么科的？好不？拢有，全部拢。哦，公民啊，社会啥的拢有就对啊。对。是，好，2位。确定。来，老师是不是2位？对。无简单。好，来分数。恭喜得到1分咯。好，来，
咱听老师解说来，老师。嘿，照咱法律的规定是讲爱满20岁啦吼，爱有迄个行为能力的人安尼啦吼，爱2个人伫咧这个结婚证书签名安尼吼，表达讲迄个甲因见证、甲因支持安尼。嘿，咱阁有分数。对啦，放心吼，来，咱今日换人。是婚礼主持人吼，较想也无简单，因为拢爱念一寡吼，较喜的话，好听话，嘿，好听话，亲像讲什么话？亲像茶杯芳关关，即个互恁翁婿钓状元，对啊，茶杯啉达，互新郎官做阿爸。哦，拢爱念这，啊，若愈念愈好吼，下骹的迄落啊，亲家亲拢会足欢喜安尼。嘿，红包就会较济包安尼，红包较济包。这就是美感啊哦。是，对。啊，若真正有影吼，要结婚的吼，找主持人找无，还是讲歌手找无，拢会当找。来，欢迎。是，好来，今晚嘛是爱该抬落去啦，来，手放在2个顶面，咱加油哦！加油！吼，听我讲，请手搭，咱才会当试哦，吼。好来，咱请出题。大家好，我是生物老师，疯狂理查。大家拢知影，人的血是红色的，但是呢，动物佫有真侪无共色水的血哦。请问，咱若是去市场啊卖虾仔的时阵，你会看到迄虾仔的血慢慢的变做什么色水呢？请问你甲虾仔破开了，你看到虾仔的血会慢慢啊变做什么色呢？哦，虾仔血会慢慢啊变什么色的？好，来，请手搭。好，来，青色，确定哦？确定。好，来，老师是不是青色？对。好，来分数。终于得了1分哦。好，来，咱听老师来解说。来，老师，咱可能现代拢甲青色，敢若当作是绿色吼。其实以早青色是绿蓝，拢是青色啦。嘿，啊，当然我是唔知影你要讲的是绿还是蓝啦吼。不过就是讲青这字其实伊是会当包含绿色、蓝色拢在啦。啊，就是因为虾仔这款动物伊的血内底甲咱人无共，咱是血红素，伊是血青素安尼。啊，所以变做讲嘿，就是若破开哦，就会流这个青色。吼，或者是讲要讲蓝色的这款血出来安尼。嘿，是。好，不要紧，咱阁有啊，咱阁有啊，吼。好，来，今日换人。手跟2个点。加油哦，加油哦！然后请手搭，咱才当试哦，吼。好，来，咱请出题。大家好，我是律师詹杰祥。今仔要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你校口找工课的时阵啊，工课还未满3个月，就想要离职的时阵，你爱几工前爱甲你的头家讲，才会当离职呢？就是啊，你是咧还未3个月满的时阵，你就是试用期嘛。啊，但是这时阵你想要离职啊，爱几工前甲头家讲咧。是几工前甲头家讲，来，请手搭。好，来，进，来。7工吗？7工。7工。你捌有拄过试用期的员工无？无呢，大家拢足拍拼，大家拢无人要离职。但是这行业袂歹，系啊，头家袂歹。对，来，老师是不是7工？唔对。机会来啊！哦，唔是7工哦。系啊，应该是10工啦。哦，10工前就对啊。是，老师是不是10工？唔对。嘛唔对。因为啊，咱拢真罕的，你要讲要离职，所以讲咱嘛唔知。不要紧，咱请老师来讲哦，吼。来，老师几工？咱做有良心的啦，吼，就讲爱量早甲头家讲安尼啦，吼。啊，毋过相对也爱保障这个找头路的这个职员的权利啦，吼。所以有这个规定是，只要前1工讲，只要伫咧这个3个月试用期还未满进前，只要前1工讲，吼，安尼就会使。哦，试用期间呐，嘿。是，好，谢谢老师。爱你试用的时间内底前1工讲，前1工就可以啊。是。哦，安尼咱阁学到这个知识啦。是啊。吼，好，不要紧，这拢无摕到分数。白水。来，咱今日换人。是，应该是宿田。厝田。吼，啊，你平常时啊，拢伫咱迄落台。公司台，嘿啊。是，你之前有一个节目对无？对，
无输坐巴输。啊，姊你就爱唱迄个。有输无输坐巴输。对，唔对，迄嘛是去介绍咱台湾的。无唔对，对，就是咱希望观众朋友会知影，咱台湾有足美好的代志，足美好的乡镇，所以吼，咱就坐巴士，吼，迄大街小路拢甲穿入去安尼啦。是，去看看的，其实咱台湾足水的。啊，咱即摆这部。食老婆土豆，嘿，迄是你想到的嘛？嘿，对，因为其实吼，我是想讲吼，想要为咱台湾的时代吼，长辈加做一寡代志啦，嘿，因为咱的时代长辈上爱看电视。嘿，啊，看电视除了看咱全家有智慧了吼，另外吼，咱食老婆土豆嘛，加减看一个，安尼吼就对着时代啦。是，因为咱是针对这个时代，嘿，去设计一个节目，嘿，啊，就一定爱甲阮收看者，无你厝诶看电视嘛是安尼，嘿，嘛是看，啊，人家阮搁较吸收一寡物件，对，吼，啊，那咱这边的是孝文是，所以讲你拄啊足厉害呢，你一直摇呢，足强的呢。平常时啊，应该嘛真爱讲话嘿。因为我自细汉，厝内面大人较济，啊，阮爸爸有讲一句话，讲台湾囡仔袂使袂晓讲台语。哦，赞。爸爸应该来做顾问啊。所以我踮厝的自细汉。会晓讲话开始，那踮厝的无讲台语，会互当做透明的，无人要插我。哦，袂当，所以讲哦，其实台语真水。对啦。啊，豆豆啊学其实真简单，袂遐尔困难。啊，但是做透明是唔通啦，安尼囡仔心理会受伤啦，对啦。好来个咧，手放在另个顶面哦。哦，即嘛袂当搁受伤啊哦。边手哦。好，来听我讲，请手台咱来当试哦，哈，来，咱请出题。大家好，我是张静之。今日咱来约一个谜猜。阿兄咧算电火条啊，约一个台湾的地名，你敢知影是啥？阿兄咧算电火条啊，是约一个地号名。一个地号名哦，好，来，咱请手答。小可提示一个，伫咧新北市。新北市啊。你互我算一个新店嘛有嘛？中途。邦桥啊，啊个对，来，咱请手答。观众朋友啊，你敢知影这题答案呢？阿兄咧算电火条啊，是约一个地号名。一个地号名哦，好，来，咱请手答。电火条啊！小可提示一个，伫咧新北市。新北市啊！佮提示一个，有交流道。有交流道，人家讲有交流道。交流道的所在少少啊，几个啊，尔咧。系啊。新北市交流道。系啊，新北市交流道这几个啊，都来试看卖哦。新店。哦。新店。确定吗？你互我算一个新店嘛有嘛？中和、邦桥啊，啊个对，新北市有交流道的。系啊，想看卖，想看卖。啊，沙林堡嘛有啦。沙林堡、莺歌、三甲、莺歌，因为阿兄嘛，阿兄就哥哥嘛。嘿啊。莺歌。哦。念正确。莺歌。哦，确定哦。连到遮正确，若无确定嘛袂用的啊。我来问老师，老师是不是莺歌？对。终于得到第2分哦，赞哦！嘿，是莺歌。哎，老师来解释，老师算互你听。好，来老师。哦，这若大咧，若是迄个上高的腔，可能摇袂着，因为这偏漳州腔，阮这种腔我才摇会着。因为我阿哥做赢的啦吼，啊这做赢的阿哥，啊这做赢的阿哥，做赢的阿哥，赢哥。阮这种腔啦，因为啦，你的腔是赢歌啦，变做赢的赢歌啦。嘿，啊，就是因为厝这算吉句话啦，吉句话吼，啊嘛有人讲个客家话啦，吼，无介正经安尼啦，趣味啦，对啦，这真正有趣味啦。网仔咧相拍啦，这嘛无代志做，这嘛代表伊真正有坐巴士去坐啦，无伊哪知影伊几个所在？无，真正。不是有当时徛在遮吼，就
拢戆去，头壳空嘿，头壳空的，啊所以讲会惊。吼，不要紧，咱即摆分数摕到啊，好咱继续加油哦！加油好，来咱换人。是啊，我是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恁的。哦，是，你问。恁的来。36公斤哦。真的吗？你是个起拉话吗？无， 36公斤，你真正36公斤吗？大价嘛，无啦，我是讲，这个原本是要主持迄个金钟奖进前啦，啊记者会嘛，啊希望讲会当找一寡这个出头来算一下啊，是，啊想半工啊真正嘛无啥物出头通我算啦，啊规期来开家己体重的这个滚绳球安尼，啊无安尼好啊，请咱所有的朋友来收看咱的迄个广播金钟奖，啊来支持咱广播业界，我要36公斤互大家看，哈，6公斤足困难的呢。系啊，足困难的啊，更加困难是看袂出来。有啦，看起来就瘦你定啦，你甲你足久无看啊，毋过恁若有什么问题啊啥，嘛通啊问阮庆华，保养的话，我看过伊的腹肌啦，是啊，哦，迄身材保养较真好，你即摆够有哦？够。哎呦，有嘞，看者哦，其实伊的腹肌有12地，我的。无啦，真的吗？你有几地？你有6地？6地，啊，你几地？我1地，我1地迪拜。较团结啦，较团结。好来，我毋过阮今晚无要让啊，无要让啊，咱遮2分才1分哦，吼，因为咱节目节目大家拢伫看，所以讲咱袂当做假，吼，来手放喺铃的顶面，加油，甲抬落去哦，吼，好来，请出题。大家好，我是讲白贼律师蒋宏华。我即马要来出题，今日你去路咧捡到5000块，你甲送去警察局招领，请问迄公告招领偌久以后拢无人去摕，这钱就变成你的，会当去甲领走。请问你若捡到钱送去派出所，啊偌久以后拢无人来领，这个钱就是你的咧。哦，偌久哦，吼，好来，咱请抢答。哦，庆华3个月。3个月。捡过款。你有捡过哦？无啦，看新闻的讲的。 3个月。应该是。好，来，老师是不是3个月？唔对。哦，哇，嘟嘟啊，吼，你生气，你应该知影答。好来，大力呢？我真正有捡过，我马上就行人啊。所以讲你无捡到。我是讲你是捡起来就放在地啊。8000块呢。哎呦，我内面有信用卡呢。赞！我若诈骗集团甲提走对不？是。一个月对啦。你1个月就好。1个月就好啊。因为我心内是安尼想的啦。我希望1个月就好。我来问老师哦，老师是毋是1个月？唔对。安尼应该搁较长一点。好，不要紧，咱来问老师哦，哈，来，老师到底是偌久咧？还是我也是4月的咧，啊，都6个月咧。半年咧，系啊。哦，你唔是讲3个月？我后边讲半年，后边咧。算做讲嘛是爱放伫警察局，互伊6个月吼，啊，拢真正拢无人来领安尼，嘿，啊，这个时阵警察会当来通知讲好，啊，你捡到人吼，看要领去无安尼啦，嘿，爱6个月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也爱啦，爱用时间啦。是啊，对啊。阿姊，老师，我现在趁这机会问一个问题，因这2个姓足少的，嘿，啊，正确的念法是。啊，这白话音叫做诗一二烧，烧，哎，音卖学白变咯哈，嘿，就烧就对了。哎，等下，你爱烧大轮，烧大轮，因为给你烧啦，烧大轮，啊，这位，哈，啊，这个是变，哎，啊嘛是同款，啊，拄好共调，恁这声拢共调，啊，所以是嘛变加。变庆华，变庆华，哎呀，烧大轮，一个剃头，一个变鱼，一个变哟。啊，迄个是变。哦，恁即马这个调，恁的声调是第7调啦，嘿。是，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讲好调。哎呀，这声真好听咧。好，来，咱先请回，咱来看下分数。嘿，来先看阮那个食老婆头刀的哦。来，这边得了2分咯。阿华得了9分，嘛袂歹哦。啊，那咱这边的有奖金哦。有，因为2分，所以得了这回还有1万块啦。好，啊，咱
啊，这边嘛有奖金哦。有顶一回合的5000块嘛，袂歹哦。咱落出来记得后一个回合就一直甲插起哩。加油哦！好，今来去咱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斗阵拼输赢，拢总有5条题目，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进行5题了，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斗阵拼输赢，这个回合吼，大家拢通啊讨论。是。吼，啊，毋过吼，首先咱就要来先来问一个咱的队长，因有啥物计划？是。吼，来，队长。若是咱大家拢一致拢通过讲选 A，我就叫其中一个高不离3种甲饲 B， 啊，另外一个高不离3种甲饲 C， 安尼拢有啊。好，啊，那咱问一个庆华，阮的计划，阮的计划嘛是甲因共款，拢爱分线风险。那伫咱这个回合，大家想法拢是安尼，差不多，一定爱甲这风险嘛吼，甲破开安尼啦。啊，但是我再一次提醒大家，这回合奖金2万块哦，2万块要插起哩哦。好，来，我要开始啊哦。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关电火这个动作有足多讲法，啊，下骹倒一个讲法是唔对的，唔对的哦。A 电火切互花 ，B 电火甲禁掉 ，C 拍电火。来，你有10秒的时间。哦。电火切落花，电火甲禁掉，拍电火，拍电火。阿妹哦，来，时间到5、4、3、2、1，请起答案。嘿，人拢起好啊，这样你也有把握。我来问一个落啊，咱的副队长好，来，你先来分。是。因为吼，即个 A 甲 B， 咱拢平常时有咧讲，切互花，吼，就是切互掉，切互花，吼，甲禁掉，禁掉就是甲切掉的意思嘛，禁起来的意思嘛。啊，即个 C 拍电火，我听过拍电影啦，毋捌看过，毋捌听过拍电火。拍电火无听过，是，即个答案怪怪。哦，好，迄拍电火就是拍开啊，系啊。嘿，有很简单的，哦，所以不是禁掉就对了。哦，就安尼是简单，哦，简单哦。好，咱来看，咱来看这个答案有简单无？吼，来，咱正确的答案是。是。咱听老师来解说，来老师。啊，其实这动作吼，用拍的嘛会使是拍花啦，唔是一定爱拍开，嘛会使是拍花。嘿，甲电火拍花，甲火拍花，这种嘛是会使，所以拍嘛是会使接花。啊，当然就是讲拍，无单纯讲干那拍电火啦，应该爱讲拍开啦，还是拍花啊吼。嘿，袂当干那讲拍安尼。嘿，啊拄则大家拢有讲啊，切啦、金嘛，这拢会使。啊，拢真牛哦。厉害哦。好，来，咱即马甲取消后一题。请起后一题。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伫咧日本时代吼，互人讲是台湾孙中山的民主先进是虾米人呢 ？A. 蒋渭水 ，B. 廖添丁 ，C. 林献堂。嘿，来，恁有10秒时间。哦。孙中山哦。台湾孙中山哦。是。我就惊这人名念唔对。渭水。添丁，献堂，好来哦，到底是 A、B、C 都对哦。3、2、1，来起答案。哦，时间到这起哦。这是安尼，吼，啊，这是 C。对啊。哦，队长，你谁来感觉好就是？哦对啊，这个蒋渭水会当算讲是咱台湾的，伫这个日本时代迄个时阵吼，上大声又做一个要去维新啊，要去革命的这个动作。哦，对，是，所以算讲民主先生哈。啊，林献堂是写历史的嘛，啊，廖添丁是庙的嘛，是咧法理嘛，遗产。好，啊那咱这我爱问一下，阿华你那是 C？因为阮感觉 B。
聊天顶，伊就是预测，但是呢 A 甲 C， 阮大家拢无确定。所以阮一人分一半，是，嘛 A 吼 ，A 2个，C 3个，好，来 C 3个，好，来，我来看一下哦，C 3个，到底是 C 几个，我唔知咧。好，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这边的吼，好啊，歹势，咱真正死3个啦，来，请失败啊！咱来听老师解说啊，吼，来老师。好，头先讲这人名的读法啦。对啊，就歹念的。这第一个是张渭水，哈。张渭水。这个渭水哈，这拢是文言音啦，吼。啊，第三个或者林献堂，迄个堂嘛是用文言音来读啦，吼。啊，若拄则阿翔讲到献堂的吼，迄是讲教会会友要献礼拜堂，捐款来起礼拜堂，啊叫做献堂啊。教堂的迄个堂是白话音，嘿。啊，过来就是咱这个张渭水先生吼，是咱宜兰出身，但是伊落尾拢伫台北嘛吼，啊做台湾文化协会吼，啊甲发起当时的台湾民众党吼，是算迄个时代足要紧的重要的一个人物嘛吼，嘿啊落尾是因为这个平宜兰出身的这个黄凤祥先生，伊是监察委员、立法委员吼，捌做过真侪这个职务啊。黄凤祥先生提出这个封号啦，讲啊，伊认为会使甲张渭水先生合作台湾的孙中山安尼吼，这是伊提出的。好，以上。好，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学到。咱搁了解一个历史啊，吼。好，来，咱即马就先甲名。伺候一题，谢谢，请伺候一题。嘿，继续哦。加油哦！你两个一定爱保重。爱留的哦。保重哦，咱搁加油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一日双塔是足侪兴徛铁马的人的挑战目标。啊，恁敢知影全台湾上北边的顶塔伫咧倒位咧 ？A. 偏家树 B. 富贵角 C. 三雕角。好，来，恁有10秒的时间咯。是，阮也做偏家树啦。偏家树。啊，有人讲偏嘛，是偏哦。阮是偏哦。是富贵角。富贵角，三雕角。三雕角。系啊。阿华讲伊最爱徛铁马，咱姐是咁讲。对啊。唔免分线啦，哦，差不多哦。来哦，5、4、3、2、1，来起蛋。哦，哎呦，咱袂歹哦，拢是真有法度啊吼，你甲看。哦，拢真确定哦。5个拢都ở B， 所以你啥哪会选 B？啊，因为制作人讲伊知影。哦，这样简单，伊有一把树啦。哎，我有一把树啦，无树一把树啊，搁会食到葡萄豆啦，所以吼我知影是三雕角，唔是三雕角，先伫阿哥是伫咧东边。哦，东北角迄边，啊平家树嘛，迄唔是哦，应该就是富贵角。富贵角的顶角这边有迄落啊，真正会晓徛。我徛过，因为 C 三雕角，伊伫后梁遐。哦，好亮啊，苗亮啊，无好亮，啊，歹势，同阿聊呀，迄彭家书是外岛的小岛，是富贵角开始徛，所以讲你家己的迄落宝贵的答案，你讲安尼，安尼应该知啦，应该是对。为遐开始徛，尾啊徛到倒位？爱徛到鹅銮鼻。哦，所以一日双塔就是这个所在，520公里。来，咱正确的答案是。B。恭喜！来，咱这边有5条命留落，啊这边2条命留落来啊。好，来，咱听老师来解说。嘿啊，咱就是讲这个上北边的这个富贵角的这个灯塔，其实是真宝贵，是讲是算日本人伫台湾吼起的第一座的灯塔啦。吼啊，伊当时为着讲有想要日本人想要起这个台湾到日本的海底的这个电缆吼，啊加一寡这个有关航路的一寡设备吼，嘿啊，所以伫迄灯塔内底有设迄个雾笛吼，雾笛就是当然这日语词翻的啦吼，意思就是讲迄蒙雾大蒙
的时阵要安怎有迄个淡水的迄款声音来提醒船只注意安尼。嘿，啊，古早本来拄起的是八角形的，啊是铁的，啊，毋过落尾因为伊厝内底吼有排气怎改做是共款八角形，啊，毋过是落尾用红木头的，这落尾的物件就较无共嘿。啊，毋过就是咱讲的上北边角的一个灯塔，就是富贵角的灯塔。哦。嘿。哎，那有人去啊，徛落啊，去买啊，我有徛过，去看这个风景，真水，迄真水，真水，嘿，好，来，咱即马甲答案拢甲取消，请示后一题，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7岛8岛这个地号名吼，恁敢知影岛是啥物物件咧 ？A 是五架地的躯壳 ，B 是5个兵啊徛卫兵的地点。C 是5长悬的土墙，新埔的富贵，所以选5架地。富贵选5架地袂歹哦。遐就藏烟水，所以爱有迄土墙甲伊倒起来，啊，甲倒起来啊，系啊，这在地啦，对啊，在地。岛定定听，定定用，你敢知影这个字是啥物意思咧？好，来，恁有10秒的时间。土墙，哇，岛嘿岛，7岛8岛，5架地迄落啊，躯壳，就是一个安尼，一区安尼。对。哦，啊 B 是5个兵啊徛卫兵的所在啦，嘿。咱们讲，咱们2个 C 咯，5张悬的3个 C 2个 B， 啊 A Y 土墙。5、4、3、2、1，请起。好，风险有分开哦。吼 ，A B B C C， 啊这边 C C， 哎呦，吼，你啥来选 B？因为感觉遐若有兵啊徛点，应该是嘛有可能。哦，系啊5个兵啊徛卫兵的所在就对啦。所以讲，恁这地是有分线迄个风险的。系嘛有，系啊，是。阮拄啊5条命嘛，对啊，还分开。废话嘛，对对，无唔对。哎是，啊，若是就敢若 A 咧，新妇的。K D 啊。新埔的富贵，所以选5架地。哦，哎，嘛袂歹，选5架地袂歹哦。嘿，啊你是 C， 啊你嘛是 C， 我听这边的 C 吼，是安怎？因为我是7岛人。哦。嘿，遐就藏烟水。哦，就接水的，淹水的。嘿，所以爱有迄土墙甲伊倒起来，啊，甲倒起来啊，系啊。哦。家人好啊，系啊，家人好啊，系啊，有7岛、6岛、8岛，啊，个是子嘛，是子，系啊，是子叫做水顶卡，水顶卡，哎，在地啦，在地，我加讲一个哦，听在地敢袂歹哦，莫怪拢地落啊啦。嘿，好，来，咱来看一个哦，咱正确的答案是。应该吧。歹势，咱这边 A、B、B 拢爱先加取消。星期失败。哎呀，你甲看这边2条命，这边那2条命哦，双命甲拼就对啊啦。是，啊，到底是啥物货咧？咱来问老师吼，来老师。咱这个所谓的壁岛吼，大家唔知有听过无啦吼？这壁岛意思就是讲一岛壁意思，啊，也就是讲壁的单位就是岛吼，这是一种用法。啊，另外一种用法是古早吼，是这个为着汉人防止原住民吼要入来因的区域吼，啊，跩伫迄个所在吼，原本巴塞族的原住民，毋过落尾汉人来吼，啊，汉人入来了，啊，无爱互其他原住民搁入来。怎设这个土墙啦吼，啊土墙的单位呢吼，伊若是一栋呢吼，其实是叫做一板啦吼，啊若5板的时阵，就是变做一岛啦吼，啊所以就是讲迄个5岛等于讲就是爱5底迄种土墙吼，爱围起来迄个点，啊所以7岛其实是第7个。吼，第7个迄个据点无爱互即个原住民入来安尼。是，饮水是金嘛。对。好，来，咱先看咱这边，土豆的啦。土豆。老2条命。2条命。是，啊那咱阿华咧？阿华嘛是2条命。哦，啊咱奖金呢？两边拢得到2万块，所以这边2万。这边
边2万。啊，拍者，这边3万。3万。啊，这边25000。好，咱今晚进来去咱的提奖金游台湾。提奖金游台湾，拢总有5组题目，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只要30秒以内，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嘿，提奖金游台湾，咱奖金偌济？哦，咱即摆奖金袂少哦，3万块啦。哦，啊，咱要今日游倒位？哦，咱即摆吼爱，因为讲学甲老，食甲老，学甲老嘛，学甲老是所以咱即摆要互大家来看卖咱台湾上出名的几个大学。好，来，咱即马麻烦来排一排。第一位是阮大人呢，是来第2位，上个咱请出题。啊来，头一个咧台北，台湾大学，啊，正确。第2个点大学，啊，正确。来，第3个咧高雄，中山大学，啊，正确。华联，东华大学，啊，我算你对啦，好啦，过来，淡水，大学，哦，就是淡江，较老是真理大学，哎，正确。好来，咱排好。应该是校名拢知影，不过咱就是爱甲这校名4字吼，当做一个词来讲啦吼。啊，咱有诶讲对，有诶讲唔对，就是讲唔通中蛇切断啦吼。亲像讲中山，但是是中山大学吼，迄就爱变调。啊是讲迄爱叫做东华吼，东华大学吼。啊，这个真理大学吼，这拢是爱连做伙嘿，所以前3字拢爱变。所以比对台湾大学。对啊，台湾大学嘿对。你唱歌就厉害吼。所以这个咱就是讲一个词吼，那是词啦，啊，尤其是4字以下啦，一般拢会甲连做伙讲的，嘿，是，对，所以莫甲切断吼。好，谢谢老师，对啦，是用念做伙啦。对，无吼，你甲看咱念嘛是真奇怪，其实阮即摆已经放真人啊呢。对啊，对啊，有好摕钱无？奖金有好摕无？因即摆奖金偌济？哦，因即摆搁剩34秒，所以摕到3万块咯。啊，所以咱即摆哦，就爱紧来去哦颁奖。真正哦，像红的是有道理的啦，真正，嘿，爱运来才好啦。你就3万块来，这是恁的功劳，这是恁的功劳。运好哦，咱搁通啊宣传呢，对啊，宣传一届啦。讲一遍，来。拜1甲拜3早起10点半伫咧公司台语台，另外就是伫咧礼拜的12点半，吼，就是中昼的新闻看煞了后咧，咱每一礼拜嘛。放上一集的《食老葡萄豆》，就伫咧礼拜的12点半，中昼12点半，欢迎大家来收看，互你食老葡萄豆，互你健康，拢袂老。真好。好，来，啊来，咱这边有要感谢之类无？啊，我口秀差5000块尔。啊，如果有学到无？因为咱平常时啊，喊你讲，啊，咱平常时嘛唔知这系知识，拢有学到啦吼。啊，佮欢迎你哦，你佮报名来讲提奖金，加油！安尼好无？好，欢迎感谢。好，今日马上谢谢咱的课文老师。感谢咱的陈宏伟陈老师，谢谢。各位讲台语，全家有智慧。全家有智慧。斗阵拼台语，互你大家拢欢喜。再见。谢谢。多谢阿华，云接过来，谢谢，云接过来，我你最厉害呢，印象深刻。